用90秒教你玩盡 DJI 360嘅設定。今次集中於 Dashboard 儀表板設定。呢次嘅示範係使用 iPhone 同埋 Apple Watch 配合記錄資訊。第一步，打開 DJI Mimo App 及設定運動訓練頁面，按入並授權 DJI Mimo 收取有關資訊，並允許收集健康資料取用。Mimo Apps 不能在運動訓練進行的期間遙控開啟 Osmo 360。第二步，打開按 Osmo 360的錄影掣拍攝。第三步，同時打開運動訓練。第四步，數據導入，選擇運動數據文件導入。從 iPhone 檔案中打開 Mimo Apps 檔案，選 Sports Record 進入，找相同時段的 Fit 檔案下載。最後一步，選取 Fit 檔案匯入影片使用。